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在我们的刚才的短片当中呢，就是由我们的3位老师共同出演的电视剧《日光之城》的精彩的片段。那么多布杰老师能够跟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部剧吗？这个主要讲的是年轻人在西藏这片热土上寻找自我、逐梦的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把我们西藏的这个近几年的这个发展变化。讲得淋漓尽致，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。那么杨秀措啊，您在出演完这部剧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吗？我们这次这个剧呢，是一个非常朝气蓬勃又温暖的剧。因为呢，大家以往所看到的藏族题材的剧和片子有所不同呢，它体现了咱们拉萨当代的生活状态，不管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，都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的。希望大家能喜欢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望卓措来谈一谈。日光之城，离太阳最近的地方。我们的这部片子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它是充满了温暖，充满了爱，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，有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所以它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片子。欢迎大家走进日光之城。那么今天呢，在我们的晚会的现场，正值我们春节葬礼新年啊，也希望3位能够送出新春的祝福，好吗？多布杰老师，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，我祝愿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家庭幸福安康，万事大吉。扎西迪列，扎西迪列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那是，dina tsama namru seruin nang la lila natsame ba shila gokame ba gemba la ketsirang wa shiba la lori demba na jungi domjan jibi tahimondam she。在这里祝愿所有的人能够健康快乐。扎西迪列，谢谢扎西迪列，再次感谢3位老师的精彩的祝福。